多謝你再次返嚟。今日想同你一齊做一件好簡單嘅事，一件你平時好少畀自己做嘅事，就係唔需要控制。可以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坐喺度，又或者係瞓喺度都好。你唔需要做得好完美，你而家咁樣已經好足夠啦。然後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去。再嚟一次，吸、呼。你有冇發現啊？一停落嚟嘅時候，心入面就開始出現好多聲音，要做好，要快啲，唔好浪費時間，要集中。呢啲全部都係控制，但係今日唔會叫你壓住佢哋，只係會邀請你望一望佢哋，承認佢哋嘅存在。而家只要聽住我以下一句說話就得啦。你唔需要控制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唔需要逼自己要放鬆，唔需要逼自己要變得好平靜，亦都唔需要逼自己聽到好似冥想一樣。你乜都唔需要逼，因為而家你已經喺度。你可以試下喺心入面講：如果我乜都唔做，世界都會繼續運作。係喎，窗外面嘅聲音會繼續存在，空氣會繼續流動，你身體入面嘅感覺都會自己出現，唔需要你控制，佢哋都會自己發生。可能你會覺得，如果我唔控制嘅話，會唔會有啲嘢會出事㗎？有呢啲擔心好正常，因為每個人都會有。但係你而家可以試下，畀自己相信一陣，只係一陣，1分鐘都好。你可以放低，事情唔會散，你唔會崩潰，世界亦都唔會變差，你係安全嘅。試下好輕好輕咁樣放鬆你嘅膊頭，唔需要刻意，
只係任佢自然咁樣放鬆，吸一口氣，呼出嚟嘅時候，可以想像你放低咗1% 嘅緊張，只係1%。再嚟多次，吸，呼。如果你走到呢一刻，好想同你講一句，你已經做得好好，唔使做得再好，亦都唔使控制得好好，亦都唔使證明啲乜嘢，你只係存在就已經足夠啦。多謝你今日用10分鐘陪伴咗自己。下一次，我哋會再行前一步。多謝你。